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2年5月12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48篇，以西结书第2章第8节到第3章11节，启示录第10章第1节到11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食这本册。食这本册当然毋是真正会食啦，应该是讲就是甲册中间内底的内容教导，真正会接受，成做家己的一个标准。也就是讲，咱咧讲一个生命的原则会接受，也好若亲像迄个俗语咧讲的讲规巴肚拢全册啦，也是讲规巴肚拢全学问啦，意思是同款的啦，饱这个字当然嘛毋是讲食饱，意思是讲伊真有学问，真有迄个内涵，有读册的内涵安尼伫先知书或者是伫启示录，咱讲着应该爱这个食这本册，还是食这卷册。这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就是讲当初时的人呢，无读上帝的话，也是讲拢无领受上帝的话，因无遵守上帝的诫命，因此因就需要被先知来提醒。诗篇第1篇第1节到第2节，甲咱讲，无趁歹人的计谋，无行罪人的路，无坐侮慢人的位，只有听惜上帝的律法，暝日夜读夜想伊的律法，即款的人真正有福气。基督徒实在是应该时时刻刻来读上帝的话，暝日三思的嘛是上帝的话语，互上帝的话语成做咱会遵循这种内涵。安尼教导甲提醒，并毋是讲只有以西结书，也是讲启示录才安尼咧提醒尔。事实上，伫旧约也有侪的经文提醒咱，着爱将上帝的教示记伫咧心内底，刻条咧心的内底。箴言第7章第1节到第3节，经文咧讲：我的囝，着遵守我的话，心内藏我的命令。遵守我的命令，就会得到性命；遵守我的教示，亲像在保护目睭人。着放伫你的枕头刻条伫你的心内。将上帝的诫命记伫咧心底的人，就无容易行偏差的道路。但是，无将上帝的话语诫命放伫心肝底的人，就容易来背离上帝的道路。亲像以西结先知也安尼甲以色列人讲：人子着听我甲你讲的话，毋通甲遐个背逆的人相款背叛我。无背叛上帝道路，咱着爱应该安怎做呢？以西结先知进一步去讲着：开你的喙，将我要互你的物食落去。看啦，我看见一只手伸过来我遮，手内有一卷册，伊伫我的面前剔开迄卷册，看见册的上面拢有写字，内面写的是哀歌，是吐气，是在下的话。接续伫第3章第1节到第3节的经文安尼讲：上帝对我讲，人子将我互你这卷册卷食落去，然后去对以色列人宣讲：
所以我的喙擘开，伊就将迄卷册互我食。我佫讲，伊佫讲，人子啊，着食我互你的册卷，互你的腹肚饱定，我就食册伫我的喙内甘甜那蜜。这段的对话就是上帝甲先知以西结的对话，会通讲是因为上帝要差遣伊去传讲上帝的旨意，互犯罪背离上帝的以色列人民。上帝差遣以西结去劝勉以色列人进前，上帝先爱以西结食即个册卷，就好那亲像咱时常提到讲，一个人若想要去甲人分享知识，还是讲要教导人的时阵，伊必须爱将家己所学的消化，才会通教出一个好的内容一样。上帝一再咧提醒以西结讲，上帝佫对我讲，人子，我讲的话，你着注意听，嘛着藏伫心内。你着去流亡的同胞遐，毋管因要听还是毋听，着传达我至关上主要甲因讲的话。伫耶利米书31章33节也安尼来教示，讲着爱刻条伫心底。大家翻译讲，藏伫个心内。申命记第6章，当摩西咧重申这个上帝的诫命的时阵，伊嘛安尼来吩咐以色列人讲：以色列人着注意听，上主，咱的上帝是独一的上主，恁着专心、专情、全力听上主恁的上帝。我今仔日命令恁遮的话，着记伫心内，嘛着温群教示恁的囝儿，无论伫厝内坐，伫路里行，倒地还是起来，拢着念互因听。搁着绑伫手呢做记号，绑伫头壳仔提醒。着写伫门的门徛，厝的门徛，嘛着写伫城门的。就是讲咧提醒以色列人，随时随地，无论去到倒位，是出外，还是倒转来入伫个厝内，拢着爱用上帝诫命来做因的准证。伫咧面对罗马帝国的压迫的犹太基督徒来讲，约翰用启示录嘛是安尼来提醒因，必须爱用上帝的话语做因性命的准证。约翰讲，后来我前所听见对天来迄个声，搁一遍对我讲。你去摕骹踏海甲地，迄个天使手中迄卷铁开的册，我就去天使遐，请伊将迄卷细卷的册互我。伊就甲我讲，你摕去食落去，伫腹内会苦。毋过伫喙内会亲像蜜遐尼甜，我就伫天使的手摕迄卷细卷的册来食，喙内果然亲像蜜遐尼甜。毋过吞落去腹内就变做苦。天使甲我讲，你着搁宣布上帝关系真济民族。邦国、语言以及君王的语言。
诗篇148篇。爱俄勒上主，恁着爱对天顶来上赞上主，爱伫高天来上赞伊。伊的正天使啊，恁着爱上赞伊；伊的正天君啊，恁着爱上赞伊。太阳啊，月亮啊，着爱上赞伊；闪烁的星辰啊，着爱上赞伊；天顶这的天啊，着爱上赞伊；天顶的净水啊，着爱上赞伊。愿万项啊，拢上赞上主的名。伊一个命令，一切都做成。逐个固定的位置，永无改变。伊的命令，啥物人拢袂会违背。海怪啊，深烟啊，闪电啊，冰雹雪啊，甲云雾啊，遵行命令的大风啊，爱对地上上赞上主。大山、小山啊，果树啊，树林啊，野兽、精生啊，虫豸、飞鸟啊，恁着拢爱上赞伊。君王啊，万民啊，遮个公务员啊，一切掌权的少年人啊、少女啊、老年人啊、儿童啊，恁着拢爱上赞伊。愿因拢上赞上主的名，只有伊的名受尊崇，伊的荣耀超越天地。伊互伊的子民强盛，因为安尼伊忠实的子民以色列，所有伊亲爱的子民拢上赞伊，爱俄勒耶和华。恳求上帝帮助阮，诚做一个愿意追求上帝假使明白旨意的军队者，互阮愿意每一天军队主的脚迹来行，甲主建立密切佮亲密的关系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